呢度個棵咧，可能幾個月前斷咗嘅羊蹄甲啦。咁你見佢咧就未死之前咧，好多人以為斷咗會死嘅，又唔係喎。你見唔見到好多呢啲咁嘅好似分支生咗出嚟啊？嗱，我叫呢做水橫枝啦。其實個植物咧，尤其是木本植物求生嘅時候咧生出嚟嘅。咁斷咗上邊，應該大部分嗰啲枝葉冇晒啦，冇啲光合狀啊嘛。佢就用僅餘一啲食物資源啦，就激活咗嗰個皮下邊樹皮下邊嘅一啲芽啦，咁就生出嚟變咗一個好似一個分支咁。我哋叫呢個水橫枝。咁好明顯生到亂晒龍，求生啊，方寸大亂啊！咁咧就最後可能呢棵斷咗嘅樹都生得到，但係個形態就好醜怪咯。咁呢啲咁嘅水橫枝咧生出嚟嘅時候咧，就好似一個普通嘅分支咁。咁但係整下咧，又好似普通嘅一個樹幹咁啊！見唔見到呢度啊？嗱，見到咧佢有啲樹紋啊，淺色好多噶，因為冇好似主幹咁咧，即係飽歷滄桑係嘛，即係好多嘢累積咗喺度。咁佢啱生出嚟，可能1年半載。咁但係有樹紋已經話俾我哋聽咧，呢棵嘢咧呢個位置咧其實有次級生長嘅，直徑生長。咁樹紋嘅形成好多時就逼爆咗，因為佢直徑有增長啊嘛，逼爆咗原來嘅樹皮啦，咁就有啲紋出嚟咯。咁嗰啲裂縫咪生另一陣樹皮細胞出嚟冚佢住佢咯。咁呢個就係樹紋形成嘅原因咯。咁你見所有生物咧都有求生本能，甚至植物都有嚇。咁你唔好理佢啦，最尾嗰棵樹形咧醜唔醜怪啦，總之佢生存到就係啦咁樣。咁所以植物都好有趣。